参加拜五的祈祷会，这是稳定的时刻。对于诗歌当中圣神进入伫我的心内底，互我对诗歌内底的感动，领受到圣神甲我透放，甲我医治。在周五的祷告会当中，我感受到圣灵的同在，每次都很感动。听到的诗歌和牧者的祷告，还有各位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氛围，真的很棒。我会觉得每一次的聚会就是跟神亲近，跟神连结。祷告会每一次的敬拜，有时候会让我圣灵感动到，很触动我的心。经文的分享会让我更明白神的心意。这一天晚上是我们忙碌了一周之后的一个敬拜神的时间。我很幸运可以在富强有这样的时间，享受在大家一起祷告、一起敬拜神那样的氛围。就像耶稣说的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我们透过祷告，我们可以赞美神，我们可以感谢神，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，我们也可以在祷告会中忏悔，我们也可以在里面恳求许许多多的事项，一起同心合意的为我们的国家、为我们的教会、为我们的个人彼此互相代求。在我们忙碌了一整周的时候，可以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一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。主啊，这就是恩典祷告会。之所以会参加中保代祷的服事，是因为有一阵子觉得自己心里觉得很空虚，然后就想说不知道可以做什么，然后后来就是跟姐妹一起来参加中保代祷的服事。接下来这个礼拜的时候，就是代祷完回家的路上，我心中感到非常的喜乐，因为我就觉得，原来我也是可以祝福别人，然后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在中保代祷10几年来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一直在为教会的事工祷告，为教会牧者的意向来祷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代祷守望是启动神一切工作的最重要的根源。在代祷时的中间，我体会到疼甲扶持的喜乐，甲上帝三角亲密的喜乐，以及对人的疼甲保密的这种的需要，将这需要代祷的事项透到天庭来摇动上帝的手，加做芳芳的祭，按照上帝的心意来食。人拢是软弱甲欠会啊，辛苦无去三个所在。咱教会有这个祈祷，我感觉足需要，因为这个脚痛疼，到今仔日我就感觉讲，在行的时就足自在啊。我感谢主耶稣的医治，会当透过人的祈祷，互我这个平安。在主日医治祷告时间，我为有需要的兄姐祷告。在祷告当中，那种被圣灵触摸、
领受神丰盛的恩典、慈爱与神的同在，那种感动，让代祷者与被祷告的人都能一起领受神的祝福与安慰。之前母会的师母曾经跟我们说，在祷告会中你会见到耶稣在当中行走，这句话很触动我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要亲自看见神的作为。我自己也曾经在教会的祷告会里真实经历神的医治，不需要特别去参加医治特会，就是在平常每一周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当中，神就亲自动工。当我们一起做神所喜悦的事，不但自己的心会被神触动，被神安慰，也会经历神的医治与恢复。如果教会是一辆蒸汽火车，我觉得祷告会就是那把火，是热能，也是推动整个教会事工往前走的一个力量。我们透过祷告会，我们可以结合，让教会所有弟兄姐妹更加的团结，让神的复兴在教会里面更早的来到。为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为世界各地，为教会，为周围的社区，我们都摆上自己虔诚的祷告，感谢赞美主。